台北市的信義區穩藏一條真有歷史的跳米古道，會當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間，到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，是早期三張犁的先民往回到南港、深坑、甲木柵賣米的重要道路。而這條古道有日本時代興建的炭礦坑，坑道內底即擺還有自然形成的珍貴的石筍，都被說是台北市的後花園。另外，台北文山區鳥空纜車附近，嘛有一條離清朝所開的地路古道，是當時台灣唯一運送到鐵觀音茶米的重要通道。雖然經過都市快速發展，但是到今也會當看到台灣光復初期先民空手來開的原始的石板路。鄉親啊，透過鏡頭，咱做伙行入到古道幽景，豆豆啊來品嘗到老台北的歷史故事。你看，我們這邊叔叔可以看到101，哪有101？以前都是山頭啊。森林安靜，蟲鳴鳥叫，你在市區裡面不可能有這種環境嘛。道光年間180年左右，居民大家慢慢一步一步這樣蓋。這是祖先的智慧，我們不能讓它遺失，才有一些東西給下一代。台北市信義區有幾大棟摩天大樓、金融機構、企業總部，建築外觀呈現城市的緊張甲模型。嚴格其實，在這個大都市內，有一片恬靜古樸的美景。等一下，我們從這裡來上來到牌樓，到德興煤礦這一區，再往上走的話，經過地藏殿，然後會來到太平公廟。軍隊太和里的里長林正基對5鄉的600項700農地豆豆仔行。這條在清朝道光年間所興建的跳米古道，全長超400公尺，是早年三張犁先民往回南港、深坑、木柵賣米所行的路。德興煤礦到了，可以，等我們進去參觀一下。德興礦坑正是高隊起點，暗滂滂的通道看起來神秘。濕氣也正重。這屬於礦泉水，礦泉水很乾淨的，這是很乾淨的礦泉水。哦，這個是鐘乳石，大概形成的，這樣子形成大概最少60年。這裡哈，現在裡面已經塌掉了。之前哈，我有進去過，那時候小時候跟他們在開採的時候，我們有來的時候就有去探險過。就是那當時就是兩邊都有那個不會母搭，就是相思樹搭與撐住。那我們是走一段路嘛，我們小朋友走一段路就趕下進去。它主坑這樣進去哈，還要分坑的。因為它是左右兩邊上下都會開採，所以算公里的話很難算。聽他們老人家說，挖到景美溪以後才停止。整修後的礦坑，各保留30公尺的通道。內地水沿着扁道流的解，造成別有洞天的自然景觀。有記錄以來哦，應該是1897年左右開始開採。最全盛時期最旺是在民國32年到35年。這裡是屬於我們的松山煤啊。那個時候如果是種田的話，當然是薪水啦那些很少啊。如果來礦坑的話是比較危險啊，工錢會比較多，應該2、3倍、3、4倍應該有吧。所以很多人都冒險，為了家計啊，就來挖礦。早期我聽他們說最多的是200多個人，只是他們在裡面做工做的時候很暗，而且那呼吸那很難過了。後來不是有都得了那個塵肺病啊。路線正複雜的德興礦坑是未少老台北人的記憶。在日本時代，由德興株式會社開採，
戰後又願意完成毀台兵役，一直作業到1973年。再重新再開採的時候，捲揚機是在前面哈，兩邊都是小茅草屋啦，放了很多他們的工具，有帽子啦，還有一些工具啦，就吊在兩側啦。像這個地方哈，旁邊以前就是礦渣，就往那邊堆到那邊去，有一個礦渣廠，另外那一邊也有一個台車，也是一個礦渣廠在後面，它分兩邊道。老礦溪代表大時代生命的勞動歲月，附近的調味古道將世代祖邊的辛苦記憶連接起來。這就是要去跳美宮的500階的牌樓。過了這個門之後，就要上500階了，到跳美宮。道光年間是180年左右這條步道。這裡三張里莊盛產的那些稻米要挑到指南宮那邊去賣，挑過去大概要2-3個小時，3個小時吧。我聽我爸爸說，我阿公他們都大概挑米挑大概100斤啊，我們現在大概60公斤吧，挑到指南宮他們集散地去賣，再買一些水果啦，還有茶葉啦，再挑回來這邊賣。附近充滿生機，空氣小花涼涼，和山吶包圍的美好，是一座溫密的西瓜特園。以前叫做蜜莉龜啊，現在我們叫做百香果。暑假期間都會到山上來很多，而且那個百香果掉在樹上紅紅的一顆有綠有紅的，很漂亮。而且早期也沒什麼水果可以吃，我們年輕人都會上來這裡拔百香果，這裡盛產了很多。這一段是他們老師說的芬多精最多的一個地方，因為我們這裡有水源出口，水源洞，以前水就是從這邊出來的。現在因為有象山隧道挖了以後所以說我們這邊的水現在少。我們這附近山邊的人是喝這個水，現在還有人在接水啊。這邊動物我知道有什麼山羌啦、藍腹鷴啦、白鼻心啦、穿山甲啦，還有竹雞啦，那都很多。這個已經100多年的廟了，它我們那個土地公跳米公是石頭刻的哦。行過500坎的樓梯，原來到當時居民的信仰中心跳米公廟。土地公廟現在以前是在這裡面，對，一個很小的一個土地公是我阿公他們相傳是他們9個兄弟啦，9個兄弟因為要挑米到指南宮賣，然後都會經過這裡，如果平安的話，他們就會留一點點米放着拜土地公廟，也順便當做基金，當做基金。後來籌到一筆錢，又是蓋了一個小的土地公廟。對，然後這一件是後來70幾年的時候，變成我爸爸他們大家集資來蓋的這個擴充了。體育路點館攏是車田，有一台爬橫過來年的代車，車身看點，時間未需要停止的一段艱苦的創業年代。這個台車因為我們跳美宮想要開一條路到義翠山莊，只能說從後山他們採用那個貨車載到產業道路上面，叫鐵牛車再運到山頂，把水泥啦、沙石再用那個馬達把它拉下來，慢慢拉下來，要上去的時候那個大馬達又把它捲上去，就是台車就要這樣上下再這樣搬運東西啊。這一條路大概蓋3-4年吧。居民大家慢慢一步一步這樣蓋。遙望101大樓，讓人料想不到的是這個高配景地的場地的台北。這裡第一個森林，第二個安靜，還有蟲鳴鳥叫，對不對？你在外面都沒有這種情況可以享受，打拳啊、練劍啊這些運動，我覺得還不錯。高德高廟。鳥語回芳，在歷史甲自然的交叉線，阮繼續走向都市的另外一條秘境——地路古道。差不多道光元年，我們來開發以後，一定要出路嘛，所以他們去走出這條路。大部分的步道都是用走出來的，走出來以後就變成繼承道路。大家祖先都叫這條拖板嶺、拖板嶺，意思是怎樣，你知道嗎？這邊陡，挑東西、運東西的時候滑會跌倒，他們就釘一台木車，東西放裡面，用拖的下去，讓他們慢慢滑下去。在文山區的這條山路，也是鳥空當地地龍打運地米的唯一路線。
古名拖棒嶺，所以有個稱作拖棒嶺古道。這不是墓號，地理師白善慶就是紀念他，這條路是他勘察叫我們開在這一邊的，到現在已經201年。對。哦，很多人都說，還有你們墓碑怎麼擺在步道旁邊？拍誰？他是地理師哈，他不是墓碑。古道風吹微微，空氣中寥寥一片的有時高有時薄的地方。鐵觀音就是在1885年的時候，張乃妙他在木柵茶葉公司服務，他是全台第一個巡迴茶師，他就想念故鄉，就回去故鄉。安息過來之後，他爸爸不要死在這邊，他要回那邊死，所以他帶他爸爸回鄉。回鄉的時候要回來的時候，順便抓了他們自己家鄉種的12棵鐵觀音，拿過來這邊種。後來木柵茶葉公司他就泡給那個老闆喝，叫張福堂，口味真特別無呢。他就聘請他過去大陸，拿了1000株苗過來，拿過來又種在那個現在木柵國小對面那邊。鐵觀音就是因為這樣來。每次採完以後，立刻噴藥。民國50年代，第產業旺盛，居民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靠萬能的雙手搬石頭，鋪出一條石板路。木柵就是我們那邊有渡船頭運茶過去大稻埕，在民國56年，祖先們看他們說這條路小孩子在走很危險，後來他們在這集資，你出3塊，你出5塊，以前的有錢出錢，沒錢的你就有農閒的時候就來幫忙搬石頭、擺石步道這樣子，花了差不多4、5年的時間，差不多做到61、2年的時候，通通做好。到底石頭，逐條山路，都代表一地人的故事。以前這個整片都是相思樹啦，相思樹那時候是因為有經濟價值啊，那時候要我們北部礦坑多嘛，對，他拿來做礦坑支撐架嘛，因為它本身相思樹是格子的，它有韌性，它不夠力的時候它會叫，所以古時候流傳一句話，聽到休息也好，愛惜命就緊走。後來我們讀書也是從這邊去讀書，下課的時候我們都要拿火把燈，比如說我們同年齡的人全部都到了，對不對？火把點了，從那邊拿回去，你家住最遠，對不對？拿回去你要灌煤油啊，明天早上再拿下來，自然國在那邊放。住山上唯一的好處就是放學的時候不用降旗。樹仔健壯的山拿，聽得到蟲咧叫，鳥仔咧啼，行過的每一步，攏感受為着土地養的生命力。這棵楠木哦，我會走路，差不多6歲就開始走這條路了。現在我今年已經64歲了啦。這一棵你看，最少有100年了啦。這個廣葉巨齒蕨，它那一棵比較特殊的植物就是黃藤，裡面那顆葉子呢有刺，有沒有？哦，有刺的那個，它會帶一點苦味。黃藤以前什麼作用？囡仔上驚，阿爸攏摕來拍卡生。黃藤就是頂條啦。我們這邊哦，因為動物你有些東西你是很難能看到的嘛，穿山甲啦、食蟹獴啦、白鼻心啦、臭鼬獾啦，這個現在都很多。現在聽到這個五色鳥，呱呱呱呱呱呱呱，這個五色鳥。第產業行過傳統的舊時代，在新世代繼續發展。第那是飲料，也會當接菜變做料理。這道的話，它是茉莉花茶，然後再加上鐵觀音，然後把它研磨成粉。大家可以看到飯粒上面有黑黑的小點點，那個就是我們的茶葉。那正常來說，我們茶葉入在炒飯裡面的話，整葉的茶葉，客人吃進去，他會把茶葉吐掉。所以我們把它研磨成粉，它可以吃得到茶香，也看得到茶葉。這一道是我們的招牌。外國客人他們第一走進來的時候，就會問我說：“請問你們有沒有賣茶葉炒飯？”這一道是武夷岩茶熏雞腿，那它所使用的茶葉是用武夷山的岩茶以及木柵鐵觀音，然後一起去熏，把它的茶香熏在它的表皮上。第二道的話是四季春茶燜豆腐，那它所使用的它是把茶葉的香氣煮到它的醬汁裡面，然後讓客人吃起來就是會有淡淡的茶香。我們現在把以前走的步道，現在都轉化成我們的觀光步道，這些東西需要有人去爭取才會留下來，因為這是祖先的智慧，我們不能讓它遺失，我們才有一些東西給下一代說我們以前的生活是怎樣。古道
整時代產業的變遷甲演進，鮮明一步一腳印，奮鬥所行過的腳跡，譜寫歷史歲月的印記，也加做現代人離開奮鬥，釋放暗中上好的美景。